伫咧传统的布袋戏内面呢，这红仔地的帽仔有真大学问，实文实武有真大差别。劳动部高频分署最近举办做武生巾的课程，由老师带学员一针一线做武生巾，也认捌到这项传统工艺。这两顶黄是甲粉红色的帽仔做甲真有路，这是出自艺生活老师的功夫。老师一针一线，豆豆啊剃买互布袋戏红仔地的帽仔，这叫做武生巾。老师表示，武生巾拢是用手工刺绣，但是布袋戏的主角会晓武功，武生巾的头前就会有竹天来代表伊是武生，若是文生就会剃珠啊。这就是表示伊是伫迄个武的，就是有练武功的人，会有一支叫做竹天。若是文的，我通常就是剃珠啊，用这两个去分迄个文武。武生巾毋若出现伫布袋戏，人气的装塔也有，亲像歌戏甲京戏。老师就讲，人气的武生巾做法差不多共款，干那帽仔并无足体多样，是用2条筋仔来代表。劳动部高频分署即摆是举办武生巾的手作课程，来参加的毋但有时大，阁有少年家，大家拢足认真，一针一线豆豆仔车，虽然过程是介辛苦。特别好，伊会带迄个武生巾迄个图示。然后阁有迄个，伊毋是做迄个书童嘛，书童嘛是武生巾内底，老师有摕互阮看。会当学着即个传统的，希望伊毋通失传去。老师愿意来教阮。孙秋刚制作的武生巾，现主是也拄着传承的问题。老师表示，虽望传统布袋戏服的产业渐渐稀微，为着要传承，伊也将重心刷到教学、无厂部来传教这项传统的工艺。记者钟丽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